近日，工聯屬下嘅各業工會陸續舉辦座談會，圍繞住澳門第3個5年規劃同埋澳門各行各業嘅未來發展，廣泛咁樣收集理監事會員朋友嘅意見。我哋分別就民生、就業、交通同埋青年嘅發展、醫療同埋社區嘅建設等等唔同嘅方面交流咗想法。我哋希望透過深入社區、走入工會，將居民最真實、最貼地嘅聲音帶返去，凝聚社會嘅智慧，共同為澳門未來嘅5年發展不謀獻策。3、5規劃已經開始咗為期40日嘅公開諮詢，諮詢文本裏面包括咗10篇36章，涵蓋咗經濟、民生、教育、青年、醫療、房屋同埋智慧城市等多個重要嘅範疇。當中居民最關心、最重視嘅民生發展，提出咗進一步完善社會保障、就業、醫療、房屋、文化體育同埋青年發展等政策，致力提升居民生活素質。希望圍繞以人為本作為核心嘅方向，做好民生嘅項目。3、5規劃亦特別關注人口老化、少子化同埋青年發展等長遠嘅問題，希望透過更加精準、更可持續嘅政策，逐步完善覆蓋居民全生命週期嘅民生服務體系。居民除咗可以親身到諮詢會之外，大家亦可以點入政府資訊網站表達意見。我哋希望社會各界能夠積極參與諮詢，共同為澳門嘅未來發展提出更加寶貴嘅意見。